我觉得静芳人生最重要的是阿全。拜拜。喂。拍那场戏的时候，就突然有一种好像回到18岁的感觉。阿全跟静芳的互动是非常美好，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记忆。我对他是一见钟情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知道我是谁的女人，他一定是喝醉了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反而我感受到的是真正的潇洒。他爱静芳，但他知道他这辈子应该是不可能出去了。我走不了。人生觉得最重要的那一刻，没有碰到阿全，没有看到他，就知道不是我想的那个蓝图。静芳从那一刻可能有一点绝望跟恨意在里面。站住！很想知道你那天你抱我那个是真的假的？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？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？喜欢他，然后又你知道你是别人的女人，你害我们这群兄弟被关，你还假装来看我们，就是越听越不爽。那时候其实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很抱歉，10年前我不该那么主动。关出来以后，某些事情更明朗了。我们彼此压着的那些东西，会想让它跑出来。彼此的感情也好，思念也好，压抑也好，不管了，全部付出给他，去爱。5分钟，因为已经没有了，就只能把握住他还是爱他的那个氛围。爱跟恨，你能拥有的是什么？你能拥有的就是你身为人的这一些情感。